早晨啦，我係阿 Sam。今日做運動咧係要做舒緩咯，即係做拉筋嘅吓。睇咗咁多集嘅時候，如果你一齊跟住做嘅話咧，係時候需要做伸展啦。嗱，我哋偏前少少坐先，伸直腰放鬆，兩隻手咧叉住條腰後邊啦，手踭逼埋，挺心口，深呼吸吓，唔好閉氣，頭唔使臥高嘅吓。靜態嘅伸展嚟嘅，即係話拉筋啦吓，15至30秒鐘左右，有時間可以拉耐啲下自己。OK， 好，翻嚟先吓，好，跟住兩隻手合住，手心向前，向上，跟住向上推，個頭唔使向上望，一樣，跟住抽高肋骨，深呼吸，2至3次呼吸循環啦。OK， 一齊做喎吓 ，OK 啊，好，做完之後放翻鬆啦吓，跟住一隻手攞起撥過嚟呢邊位置，鉗住手踭嘅位置啦，然後伸條個手放鬆啦，壓埋嚟啦。你會做到咧膊頭嘅拉筋吓，舒緩咧係要多呢度嘅吓。如果需要嘅話咧，好嗱，放翻開先，跟住另一邊撥過嚟鉗住吓，伸嚟嗰手放鬆，逼埋嚟啦。如果需要嘅話咧，係再睇翻我哋呢條片咧，再繼續來回 keep 住做啦，係咪吓？好，跟住放翻開，撥翻正，放翻低，跟住兩隻腳咧就拍埋咯，你今次翹起一隻腳，翹喺中間嘅位置。跟住扶住隻腳，托住大髀，個身壓落去，然後咧手咧用少少咁多力，你會做到咧係臀部，即係 pat pat 嘅位置咧，就會做到個拉筋啦。靜態 hold 住一陣嘅，好啦，跟住抬翻起，幫隻腳落翻去，依然拍埋腳，另一隻腳翹起，跟住個身拍落去，托起大髀，咁你就會做到咧比較強烈嘅臀部嘅伸展啦。OK， 好，抬翻正先，攞翻起隻腳落翻嚟啦，幫佢分翻腳先 ，OK 吓，做埋個前臂啦，嗱，攞出嚟，跟住屈本指地下，壓佢吓，輕輕嚟得噶啦吓，上面嗰手負責伸直吓，拉一陣吓，你可以倒數10下嘅吓，好，另一邊屈住，跟住壓住佢啦，上面嗰手負責伸直吓，咁就可以拉到噶啦。OK， 好，放翻鬆先，落翻嚟吓，今日嘅伸展暫時到呢度先吓，有更多嘅伸展動作咧，睇埋我哋未來嘅影片啦，好唔好吓？聽朝我哋繼續出片嘅，聽朝見。